步站 B 出口，係一條小街。一出地鐵站，右轉，一直向前行。呢個叫做船澳街，兩邊都好多食嘢嘅地方。呢兩間成衣出口，左邊有餐廳，順屋，有一間洋房左邊，有藥鋪。東海堂同埋快餐店大家樂，右邊就可富樓船澳街99號，呢邊公仔機咯，蛋樂，有物業咯，左邊有敏華冰室。呢條街夜晚好旺，七仔大型屋，有電訊，街富樓，呢邊就係台灣環球食品。嗰邊有多層停車場，右邊有啲舊式店鋪，有鐵架啦，麻將，做門鎖都有，係呢個小舊嘅鋪頭。呢間日本賣日本嘢，又送多幾條葱俾你。花店，兩舊式嘅鋪頭，呢度係遠富樓行咗嚟。有豆腐花嘅咧，賣涼茶嘅。我哋過去對面呢條叫做寶來街打橫呢條。